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5月1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景区，聊一聊各地风景名胜賺錢的手段被網友吐槽。今天半月談2020年5月12號刊登一篇報道，叫景區擺渡車不能變成摟錢的長途車、套娃車。記者姜偉超、王鵬，這是半月談的一篇評論。文章說，在離景點40公里的地方，你就得下車進入景區大門，先花100多元乘坐景區大巴，再掏錢買電瓶車票前往景點。如果還想進入景區深處，對不起，請再支付價格不菲的騎馬費。就給我的感覺，你一到景區，你就是待宰的羔羊，每一步都得付錢。實際上我在以前節目說過，我為什麼不喜歡去旅遊，我就非常討厭這種。我倒不是說你坐景區的大巴，坐景區的那些擺渡車不該付錢費錢什麼的，我倒不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倒是因為這種你去了之後，你必須按照他的要求，先你把你的車停車場，完了有的停車場離他挺遠，走來走去走到景區大門，開始坐他的擺渡車，完了之後擺渡車一站一站停，把我的這種想去景點走一走看一看這種自由行變成一種按照流程程序，喪失了這種遊玩的這種自由性，你被迫按照他的程序按照他的流程這麼去玩，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你每到一處都要排隊，就擺渡車有的時候這個節假日人一多，你的排隊每個地方排隊都至少排半個小時以上，苦不堪言，對吧？你出去玩一半時間是在排隊，這誰能受得了？所以說他不光是錢的問題，他浪費了大量的時間。但是景區為了賺錢，他可不管這些，對吧？完全不在乎你的體驗。這個半月談他說，一位網友在某景區的這段經歷，引發了眾多網民跟帖熱議，相關話題多次衝上社交平台熱搜熱榜。景區擺渡車收費成為今年五一假期的吐槽重災區。今年五一，那也就是說這幾年或者這麼多年來，這個景區擺渡車這個現象不僅沒有得到緩解，反而越來越矛盾，越來越加重了。假期之前，主管部門點名通報多家景區擺渡車存在路線不科學、價格不合理等問題，而面對蜂擁而來的遊客，擺渡車顽疾依然沒有解決。景區要在景和服，就是風景和服務方面下功夫，不能把服務延伸的擺渡車變成景區摟錢的長途車、套娃車。顯然你說景區在40公里之外就開始讓你乘坐擺渡車，那不就多收錢了嗎？你這個車票100塊。近年來一些景區以生態保護、安全管理的名義，把景區大門建得越來越遠，核心景點甚至遠在數十公里之外，遊客得換乘多次擺渡車，從景區到景點成了變相的長途遊。五一前夕，文化和旅遊部點名整治一批問題多發景區和一批景區擺渡車問題。擺渡車路線不科學，價格不合理，排隊時間長，服務態度差等問題比較多的景區包括江西龍虎山、吉林長白山、安徽天柱山、四川稻城亞丁、山東崂山。這裡面就是吉林長白山，我是做過的，我去過天池嘛。怎麼說？因為我去過天池，我得說兩句。他那個地方，你上到天池是應該要坐擺渡車，你自己走上去不現實，也挺遠的，爬上去也挺遠。你就坐到擺渡車到了終點站，完了你再爬到天池，那還有我印象中還有上千級的台階。擺渡車不能到天池那兒，也是一個半山腰的地方。但是景區的大門是不是可以建得更近一點，規劃得更近一點？這個值得商榷。也就是說，有的景區坐擺渡車是沒辦法，迫不得已要坐，但是你路線、你設計、你的大門擱哪兒，這個完全可以再合理化。我在长白山排隊，我就覺得他擺渡車倒是從山下到山上，就中間沒有停的地方，就是一站到達。但是排隊，我上去排2個小時，下來還排2個小時，我合着4個小時是在排隊，這誰能受得了呢？剩下的什麼安徽天柱山我還沒去過，江西龍虎山我也沒去過，這離我都挺近的。一位蘭州的遊客說，自己今年五一假期曾去過的一個景區，其入口
距離核心景點40公里左右，你们这坐车摆渡车要坐1個小時，你說這誰能受得了，對吧？再排隊排個1小時。景區大巴120元，強制坐沒得選，下了大巴後去下個景點還要買近100元的電瓶車票，到了電瓶車終點還得再花300元才能騎馬遊覽更多景點，你說說吧，這一下500塊就沒了。大巴換小巴，小巴換騎馬，一條路後面套着另外一條路。網友吐槽說，交通費超過了門票價，還沒有自駕選項，是妥妥的分段割韭菜。記者了解到，對於擺渡車，許多景區都標明自主自願，可實際遊客並無選擇，私家車不讓進，幾十公里的山路根本無法步行，有些景區甚至沒有修建步行通道，遊客只能掏錢乘車。更糟心的是，遊客花了錢，服務還沒跟上，一些景區擺渡車調度混亂，車輛不足，遊客需要排隊1-2個小時，滿心期待的觀景之旅往往淪為一場遭罪之旅。近年來，相關部門持續加強指導管理，遏制地方景區門票漲價衝突，門票不讓漲，就在擺渡車上動心思。於是景區大門越修越遠，擺渡車套裝越來越多，價格也一路看漲，從20元飆升到100多元。本來是景區的配套延伸服務，卻成了創收的主要來源。記者了解到，部分景區債務包袱重，運營壓力大，面對創收的硬性任務，相比深耕旅遊資源、創新服務體驗，他們更願意採取吹糠賤米的短平快手段，先依靠資源吸引遊客到來，再設置壟斷項目，層層收費，層層扒皮，對吧？一些景區為規避責任，將擺渡車業務外包給第三方運營，自己坐收承包費，對收費標準、服務質量、運力調配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其實遊客並非一味反對擺渡車收費，大家真正反感的是變相的強制、虛高的定價以及低品質的服務。這個倒也是，你收費合理，服務這個跟得上，人家也願意。景區擺渡車要放下眼前的算計，不再玩先設路障再賣拐杖的套路，加大運力投入，優化調度管理，把選擇權真正交還給遊客，做到收費合理、公開透明，讓遊客少排隊、快乘車，贏得遊客認可和口碑。群眾外出旅遊，吃住行娛樂、購物遊玩，哪個環節能繞開消費？不少地方早就擺脫了門票經濟的依賴，推動旅遊邁上全鏈經濟、全域經濟的新階段。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遊客的需求也加速從基礎觀光向深度體驗、文化內涵與高品質服務轉型，還把眼光盯在擺渡車等淺層次需求上薅羊毛，暴露出景區經營模式的老套，以及地方謀劃旅遊相關產業的短視。整治包括擺渡車在內的旅遊亂象，不能頭疼一頭，腳疼一腳，要從整體謀劃上推動旅遊產業提質增效，擺脫對門票漲價、擺渡車套娃等低端營銷的依賴，着眼於遊客創新產品和服務深度融合，在打造更高水平的消費體驗上下真功夫。這些說起來都容易，做起來那肯定是做不到的。實際上這就是本末倒置了。也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要去旅遊？旅遊要解決個什麼問題？為什麼我們這個景點總是大家玩完之後，是不是就覺得都是抱怨的比較多？豐富的產品、優質的服務才能留住遊客。要持續創新，打造文旅消費新場景，注重在細節上讓遊客感受到溫暖和真誠，挖掘地方特色文化 IP， 打造具有高辨識度的沉浸式體驗產品，延長產業鏈條，因地制宜發展研學、夜遊、戶外體驗、特色文創等可持續業態，從觀光遊轉向全鏈條體驗遊、休閒遊。面對擺渡車亂象，監管部門要加大力度，從嚴整治，把服務質量與景區等級評定直接掛鈎，對整改不力、變相強制、胡亂漲價的景區
該處罰就處罰，該降級就降級，該摘牌就摘牌，倒逼景區告別粗放增長，走上品質優先、高質量發展的道路。這是半月談關於這個景區把擺渡車變成了個長途車、套娃車，門票賺不到錢，就從擺渡車上賺錢，套路一套接一套。所以我們就聊一聊這個景區這些套路。剛才這個半月談說了，要提高服務，要這樣要那樣，我認為根本解決不了問題。首先一個就是我們要，對吧？因為我們沒有必要摸着石頭過河了，因為西方他們的景點是怎麼管理的，完全你可以找個对標去學習研究。所以說第一個我們就要搞明白這種旅遊的需求到底它是什麼个需求，或者说我们作为一個中國人，你去看一看大江大河這些風景如畫的這些地方，為什麼還要花錢？收門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或者我們再換個角度說，這些景點他們的宗旨是什麼？這些景點他們的宗旨是要賺錢，還是說這些景點只是叫公益性的？因為這些東西本來就屬於全國人民的，大家完全可以看。如果說我們對景點把它還變成人民性，就是老百姓的，就是大家的，隨便看。畢竟有很多美西方公園好像它就是免門票不要錢的，很多景點根本就不要錢，你開車自己去唄。為啥？所以把這個先要搞清楚啊。如果說啊這個景點圈起來就收錢，那你看現在很多地方有點名氣的，稍微只要有人願意來的地方，他一定給他圈起來開始收費，各種先收門票，最後覺得不滿足，少了點，再開始增加經營項目，項目增加之後收入還少，那怎麼辦？開始擺渡車上做文章嗎？這個景區的大門越搞越遠，你來了之後你只能換乘，你得坐長途車交錢。也就是說，一旦這個景點它的宗旨變成盈利，變成賺錢為目標，那它一定是各種手段。首先是圈景點，稍微這有點人氣的地方，有點 IP 的地方，有點流量的地方，它一定地方政府給它圈起來之後就要賺錢。它目的是賺錢，它不是為你服務，它不是說這地方讓大家來抒發一下情懷，走一走看一看，人家是要賺錢。一旦需要賺錢，它就有 KPI。有了 KPI， 大家就絞盡腦汁的在那裡想怎麼去賺錢，怎麼樣來一個宰一個，你怎麼樣盡量讓你多花錢。他要多賺錢，那意味着你就要多花錢，就這麼簡單，是吧？一個景區它的接待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說他一天只能接待1萬人，超過1萬人他就要崩盤，他就癱瘓。所有的景區都一樣，所以說你看很多景區一旦流量到了多少的時候，他就開始不接待了，因為再一多它裡面就一鍋粥了，你知道吧？所以它有上限，你觀光的人數有上限，意味着收入就有上限。你人均花費只有那麼多，門票一張門票，完了之後纜車多少錢，坐這個擺渡車多少錢，你可以算得出來。它景區的整個營收就那麼多，頂多再加點有人吃烤腸，吃義烏買義烏的小商品是吧？紀念品沒多少。我的意思就是人數有上限就有上限。景區收入有上限，但是人家景區要年年收入要增長，那怎麼辦？那他只能希望人均花費要多。以前去年一個人來玩一趟大概是500塊，那今年他希望他提高到600塊，因為這樣他的收入就漲了，他的 KPI 才能完成了。那這多100塊從哪兒出呢？怎麼讓人多花100塊？那就擺渡車就出來了。本來擺渡車是20公里的大門，離核心景點20公里。現在給你搞到40公里，這樣你不就多花點錢坐車嗎？這些只要他的目標是賺錢，是為盈利，那他一定最後是要這個遊客多花錢，那他就想辙，遊客就變成了待宰的羔羊。所以說我們的所有的景點都是以賺錢為目的，但恰恰我們的所有的景點以賺錢為目的，但是通過這個不是咱自己說的，自己如果你感興趣啊，你去看上市公司那些什麼峨眉山，就是那旅遊公司啊，就是那些景點上市的那些，你看看它業績，你看看西洋文旅是吧？你看看每年大唐不夜城，什麼西安那地方的人頭攒動啊，那就是人山人海，各種人多。但是為什麼它業績那麼差？所有的景點啊，無一例外，你去看一看，上市公司的財報都有。為什麼？你把地方圈起來收錢，居然越收賠的越多，這個遊客滿意度越來越差，怎麼就導致這個情況，對吧？所以說你這要是圈景點收錢的啊，都是這種結局，以盈利為導向。你看這個圈景點賺錢，這個不是咱們現在說的，過去就有，
5·1又有一個問題上了熱搜，叫山海關景區故意遮擋景觀文化遺產，不能防窺。什麼意思？這個山海關大家知道，本來山海關是個開放的，对不对？你要上去玩要交錢，你不上去玩，那你遠遠的看它是不收費的。那就好多游客在那下面，他也不上去，他就路過的時候他在那拍照，把山海關那幾個字也拍下去了。今年5·1，好多游客跑到山海關去了之後，发现山海關景區正門區通過種植高大的樹木、安裝柵欄與背景牆等方式，對城樓以及天下第一關的牌匾形成明顯遮擋，也就是你看不見那天下第一關的幾個字，你也看不見那城樓。完了你想看，对不對？那買票進去，裡面能看到，外面再看看不到了。現在合影拍個照那拍不了了。以前是可以的，现在人家把它攔起來，為啥攔？就是要交錢嘛。以前很多人在那照相，很多人在那免費看天下第一關的幾個字，也不交錢。現在他把這一攔，你看不見了，你想看見你就交錢進去，你想拍照也得交錢進去。如果不買票，只想遠遠拍張照片的話，無法在正面拍到完整景觀。為了防止偷窺大好山河，變相逼着遊客購買門票。這不是山海關第一次引起爭議，就是山海關就動這個小心思，不是一次，他以前就搞過這麼一出，搞什麼叫燈光秀圍牆，在那搞一圈燈光，你在外面看你就看不見那幾個字，也看不見那雄偉的城牆，那個山海關的城樓，他搞了一個叫燈光秀圍牆，你拍照就拍不下來了。但是你要想拍照想看你就進去交錢，故意的，這個被人投訴了可能，那行。你說燈光秀不行，有影響大家看，那我栽樹可以綠化，所以他在前面栽一大圈这個喬木高大的樹，故意的把那擋住，人家栽那個樹正好就卡在那個點上面，你拍照你一般的是有合適的距離，你才能把人和天下第一關和城樓給拍進去，合到一起，是不是？那你要这樣的肯定是有這個距離的，人家在那樹正好就卡在那點上面，你這樣你別想拍照。你想拍照你進去交錢，樹木柵欄背景牆，山海關的遮遮掩掩一脈相承，公共資源是我的，想看請付費。你看看，為了賺錢，真的就這麼幹，也就是說這叫不擇手段，把所有的景點圍起來，你想看就交錢。這是誰規定的？他有什麼？為什麼有這樣的權利？這就是問題。為什麼萬惡的美帝或者西方日益沒落的西方國家，但很多景點它根本就不要錢，你隨便進去玩，你這不破壞是吧？你自己開車進去，沒有門票。那為什麼我們這兒，對吧？上海關這不是第一例，大家還記得這個？我記得有個黃河戶河瀑布，它有一條高速公路，正好就經過戶河瀑布邊上。從那個地方看戶河瀑布，正好一覽無餘。經常就有人呢開車走那個高速的時候，走到那一段的時候，他就把車停在緊急停車帶，什麼人們下來在那拍拍照，看一看，壯麗母親河啊，黃河。結果我看過新聞報道，後來有關部門就在那兒把高速公路那一段他砌了個圍牆，不讓你看。你停車之後你看不見，你路過你也看不見那個瀑布，停車下來看也看不見，除非你在圍牆上搗個洞，扒在上面看。你說說，也是今年3月份，也大概清明節前後，晚上也上了個熱搜，說嫌貴被投訴湖口瀑布的玻璃心碎了。我看過這視頻的，有博主在湖口瀑布外拍了段視頻，喊了2句話，結果被景區投訴侵犯名譽權。這件事看着像是個小插曲，但扒開來看，它暴露的恰恰是當下傳統景區要命的玻璃心和門票焦慮。有一個網友叫田野的風發了一段視頻，畫面是奔騰的黃河，配的話是在那喊說媽，我們來看你了。黃河不是母親河嗎？母親河的喊媽沒毛病，對不對？喊媽，我們來看你了。說門口要錢，1人100，我們就不進去了，在這裡看看你就行了。實際上這個博主什麼意思？其實你各自解讀，也有可能他調侃窮遊，很多人就是窮遊啊。景區我也不進去，我也不想掏門票錢，我就遠遠看一眼就完了，那拍個照打個卡是吧？結果這個視頻在網上一發，上了熱搜。湖口瀑布景區以惡意攻擊、詆毀、歪曲事實為由投訴。那景區這邊投訴的理由什麼？說這個湖口瀑布是我司開發的旅遊景點，說博主故意制造輿論。這個網友就炸鍋了，
壶口瀑布怎么是你們家的呢？是你們公司的是哪年的？壶口瀑布多少年了？怎麼就變成你們公司開發的呢？壶口瀑布什麼時候成你們家的了呢？結果更詭異的是，有記者就好事跑去核實，說到底怎麼回事？因為壶口瀑布正好是山西和陕西交界的地方，所以說山西景區他也覺得冤。他說這個視頻拍攝者是在陝西那邊拍的，說我們也是受害者，因為信號漂移 ，IP 定位是在山西這邊，實際上那個拍攝者是在陝西那邊拍的，但那個定位不準，定到山西這邊來了，叫信號漂移。而記者跑到陝西局說我不知道這情況呢。最後記者從網友發布的視頻來看，他通過拍的視頻角度這亂七八糟的，他核實事發地應該是在陝西省延安市宜川縣的壶口瀑布景區。說這個什麼意思？說這個就是你看看全國各地都一樣，把這些景點圈起來收費，這些景點都多少亿年了，对不對？我還記得以前媒體報道，不是現在了，大概3-4年前，四川乐山大佛是吧？那玩意兒好像在路邊上，在它那旁邊是一條江，對不對？我沒去過，在江邊上，對不對？走路散步就能看見樂山大佛。後來說有人就把樂山大佛也是用圍牆給擋起來，你再在什麼江邊上溜達，你看不見了。你想看樂山大佛，不好意思買票進去。你說就這麼幹？不光樂山大佛，還有越來越多原本無限制欣賞的自然美景，正在轉變為僅付費可看。近日有博主拍視頻反映，雲南梅里雪山景區附近的214國道旁新修建了高高的圍牆，遊客必須購買門票前往景區觀景台遊覽。在景區附近道路上修圍牆，防止路過的遊客偷窺，早已不是個例。五一假期前後，黃河、壶口瀑布兩側砌圍牆一事遭到遊客吐槽。更早之前，新疆赛里木湖旁邊的連霍高速也圍起了圍牆，如果想一睹風景，就需要買門票進景區。景區圈地防偷窺，已經讓人反感透了。這個是3年前的報道。媒體輿論一關注之後，吐槽之後，有關部門就要求把這圍牆給拆掉。你不能這麼幹，因為大家好歹還是有點羞恥之心。關鍵這個遊客在網上吐槽太多啊，是吧？網友吐槽。好，有關部門就把這些圍牆圍擋這個拆了，按理來說這個不正之風應該得到糾治了，是不是？結果你看今年5一上海關又來這一套，人家不那麼生硬的修圍牆太過分了，圍擋有點過了，這明顯呢就跟有關部門的要求相抵觸了，是吧？好，那人家搞燈光秀，搞那种柵欄什麼意思啊？柵欄它可以解釋成為了遊客的安全，怕擁擠啊踩踏，人一多我搞點柵欄在這攔着，實際上是攔着你不讓你過去看，不讓你找到更好的位置拍照。柵欄搞完之後覺得還不行，栽樹，他那個樹不是說我栽個小樹苗30年長個大樹，他不知道從哪移來的，你知道吧？樹木他一移來大樹十幾20米高30米高的大樹，直接搞上幾棵往前面一排，遊客你啥也看不見了，天下第一關擋住了，城樓也擋住了。你看看把心思都用在這兒，所以我剛才說到這到底誰允許他們這麼幹，把這個景點當做一個盈利的一個工具。關鍵這個景點如果是承包給私人，那就有點赤裸裸，是吧？有的地方政府把這個景點他一批出來之後，他把這個拍賣了，運營權拍賣給哪個公司？99年，你反正你一次性打包，你比如说8個億多少億买走了，剩下就你自己折騰，就你收費，景點就這麼賣了，被私人公司去收費，這是第一種。還有一種什麼？這是經營權賣了，不是說把景點賣了，他是把運營權給賣掉，反正那玩意都是國有的，對不對？不能賣，把運營權給賣掉。那民營企業一拿到這玩意，他不玩命的收錢。你想偷看，不好意思，我的圍牆給你擋上，因為這玩意你偷看我就少賺錢了，我這可是花錢買的，對不對？所以他不讓你偷看，就這麼來的。那還有一種他不賣的，國有運營權還是國家還是國企在這運營，那就是一年比一年虧得厲害。你看看峨眉山什麼九華山什麼一大堆的上市公司，你看財報就知道了，國企在那運營的，反正褲衩子都賠掉了，越收的越賠錢。這就是網友說的，你不要搞個景點，搞個圍牆一攔收費，他都能收虧損。你賣給私營企業，那私營企業就玩命的去賺錢，各種手段。你國企來運營，他錢也不少收，他收完之後他還賠錢，虧得還越來越厲害。那你說咋治？
你想一想，就這麼個景點，理論上都屬於大家的，大頭的，對不對？是，這是薇薇老師說過了嗎？我們雖然存折上錢少，那是個人的少，但是大头這多，那都是我們的。薇薇老師說的是我们的，我们富有四海。你看美国人虽然他們有錢，大頭但是他們國家沒錢，國家都是負債。你看我們不要看你美國人收入不多，但是你的錢在大頭那兒，這個大江大河、名山大川都有你的份兒。但是有好多網友他就理解不了了，既然這些名山大川、大江大河有我的份兒，那我怎麼看還要花錢？萬惡的美地、大山大河的都是私有的，對不对？因為他們牛馬韭菜去看還不花錢，為啥？或者花的錢很少是吧？為什麼？我們看自己屬於自己的這些景色風景還要掏錢，關鍵掏完錢之後幫你管理的這些人他說他虧錢了，年年虧，那這又是為什麼？誰能把這個捋順了，把這關係這些東西如果都把它賣一賣其實也挺好，如果私有化賣給私人，這不錢不就來了嗎？這個錢一來，大頭把這個錢反正這玩意賣掉了，對不对？把這個錢來充實社會保障、醫療保障，大家都有份兒。好，這就相當於把這景點賣掉了，資源賣掉之後，那你願意看的你就交錢，對不對？你不願意看的我也不交錢，我也不願意看，不挺好的嗎？對吧？你賣給私人說，我想辦法把它打造服務，我怎麼樣？願者上鈎，你們願意來玩，你來消費，沒毛病。你門票你現在是300，你漲到800，你漲唄。願者上鈎，是不是？所以說這些占山為王、圈地賣門票，越這麼整，實際上節假日消費他越上不去，太窮凶極惡，太急功近利。那老百姓他有出去玩的需求，他有走一走看一看的這種需要，心理需要，但是他收入在下降，他沒錢，而一邊把刀磨得锋利，磨得非常快，等着來宰。那遊客那1毛錢都不想掏，沒錢。所以你看人均消費是不是114？那很多人窮遊，他就不願意去這個景點。一方面是窮遊，一方面也是很多人不願意浪費時間，人家就到景點打個卡，他不願意在裡面排隊，每個景點都要排隊，一天下來就在裡面轉一下，拍幾張照，這很多人他不願意。所以說你越急於賺錢，你越賺不到錢，你越想讓人家消費，人家越不消費。這第一個，還有一個就是什麼？還你看我們的景點都這種玩套路，不誠信，各種想絞盡腦汁的賺錢，恨不得就把這個遊客就當什麼狠狠剮一刀。你連景點都這樣，那你說景點周邊的那些商戶，那景區的商家，比如說三亞，那他宰客的就變成很正常啊。你景點都宰客，而且你景點是光明正大的宰，对不对？各種套路，各種摆渡車，各種這種收費，上梁不正下梁歪吧？你景點都這麼幹，你那個景區那附近的商家這麼幹，那不是太正常了嗎？這叫風氣，對不對？這叫傳染影響。景點把遊客當就一次性的，反正也不指望你再來，宰就狠狠宰一下。那邊上商家也是海鮮大排檔，也是一下就宰一下，反正也沒打算你來復購，來二次消費，都是一錘子來，一次性的，所以滿滿都是套路，沒有什麼誠信。所以基於這些亂象，半月談的，我認為我們的旅遊經濟還真的還只是一個低質量的，談不上什麼高質量。旅遊經濟這麼高，實際上沒有任何前途，不會有任何增長。你也別指望旅遊經濟什麼帶動消費，帶動什麼增長，不要對旅遊有什麼抱有幻想。所以說每到什麼小長假、節假日，遊客又多了也能怎麼樣？所以指望旅遊拉動經濟，恐怕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所以你很難跟網友解釋，你說把一個景點一圈收門票還能收虧損，既然你收費虧損，那就不收費，沒人管，是不是更好一點？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